各位朋友，總價130萬，原本咧喺大城市只夠買個甲子龍嘅啫，喺呢度咧就可以直接攞低珠海高新區海景兩房住宅，而且全屋都係精裝現樓交付嘅，真正可以做到拎包入住，性價比超高嘅，即刻大家睇下先。咁入到嚟咧係個餐台嘅位置嚇，封閉式嘅 U 型廚房，呢度預咗個冰箱嘅位置。出嚟睇下陽台嘅景觀。呢邊咧係有一個小公園嘅，樓下有條河仔嘅。咁呢邊咧就係望海景噶啦。咁呢前邊咧就唔會再起嘢噶啦。依家睇到嘅景觀都係永久景觀啦。咁再睇翻佢個房間，兒童房，空間都夠用噶啦。洗手台。乾濕分離設計洗手間，主人房雖然唔大嚇，但係都夠用㗎啦，都可以睇到海景。咁總價咧都係100萬可以買到㗎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私信我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